亞洲足協杯嘅8強首回合，由紅白衫嘅南華主場對住柔佛 DT。柔佛 DT 就係嚟自馬來西亞嘅球隊，亦都係上屆嘅冠軍。咁啊，睇下南華嘅陣容啦。咁啊，有幾個新力軍加盟，包括咗兩兄弟梁冠聰、梁樂恒啦。咁啊，羅廣威亦都係重返南華嘅。咁啊，今場就由梁興傑把守最後一關。咁啊，柔佛 DT 方面就要留意我哋8號嘅隊長沙菲克係球隊嘅進攻全員。咁啊，對阿根廷嘅箭頭啦，迪亞斯同埋另一邊嘅盧些路啊，就會合力攻堅。咁啊，柔佛 DT 上屆8強就係2回合淘汰過南華，當時次回合喺旺角場呢一度咧就贏南華3-1，咁啊能夠晉級，最後仲贏埋冠軍添。賴恩格菲斯嘅犯規，咁啊佢相當之無奈。咁喺30碼過外呢個罰球嘅機會啊，見到隊長嘅沙菲克主射個波沉翻落嚟，好彩梁興傑拍到嘅咋，咁啊最後亦都係付出去底線界外。咁啊由於德湖啦，曾文輝就受傷啊，咁啊之前嘅友賽整親手指，咁啊今場就由梁興傑臨危受命啊，咁啊啲球撲得好精彩嘅。柔佛 DT 嘅教練馬里奧亦都係執教過南華，咁啊呢個角球頂到嘅，見到6號嘅安東尼奧。33歲嚟自巴西嘅中堅啊，咁啊上屆都有嚟到作客旺角場呢一度啊，咁啊繼續係柔佛 DT 嘅攻勢，見到舉手話手球球證係冇吹到㗎，咁啊梁冠聰就踢低咗對方嘅迪亞斯，咁啊球證呢下就吹咗，換咗柔佛 DT 有個嘅罰球機會喺進攻嘅右路啊，再睇睇慢嘅其實有用手啊，咁啊不過球證走漏眼啦，12號嘅古拿蘭啊，咁啊犯規。難怪南華教練列卡度咁勞氣啦！我哋又係隊長嘅沙菲克去處理呢個罰球，咁啊要留意住對方嘅中路守將啊！咁啊之前頂到波嘅安東尼奧，咁啊今次南華球員解圍出嚟，呢度鬥翻個波埋去，保讚解圍不遠，迪亞斯立咗個波，一級全部呃晒，再起腳個波漏咗入網。22分鐘啊，柔佛 DT 就把握到呢個機會，領先1-0。攞到個重要嘅作客入波，咁啊見到一班到嚟打氣嘅球迷相當之開心。咁再睇睇慢嘅，其實南華嘅球員係夠人㗎，咁啊不過就係俾對方嘅迪亞斯呃到，呢下吸得好靚。咁啊26歲嘅迪亞斯喺14年由拉魯斯加盟啦，咁啊亦都係試過借翻去獨立嗰邊嘅。咁啊今季喺各項賽事58次上陣入咗35球波，相當之 fit 嘅，呢下吸過咗科夫。其實個波就唔係好夠力㗎，但係射穿咗保澤嘅細龍門，再過埋梁興傑啊，咁啊令到柔佛 DT 喺作客嘅環境之下領先1-0。咁啊呢位嚟自阿根廷嘅前鋒啊，咁啊上屆其實柔佛 DT 都有阿根廷嘅前鋒在陣㗎，就係前阿根廷嘅國腳費古路亞，不過呢位球員就掛咗靴啦。好啦，去到上半場嘅尾段，南華終於揾到個機會啦。見到艾華，咁啊今次喺左邊傳個波埋嚟遠處，有高美斯接應，不過一頂之下就頂咗去網側。咁啊高美斯就嚟自塞爾維亞球員嚟㗎，好窄角度啊呢一球。咁啊冇咩角度之下就頂唔中籠。咁啊身高1.89米啊呢位28歲嘅球員，亦都係保讚嘅同鄉。咁啊到上半場尾段仲有個機會嘅柔佛 DT， 好啦呢度迪亞斯推過咗一個。隊友走佢唔交選，自己嚟個勁射，不過今次又過唔到梁興傑啊！咁見到呢位嘅球員步大力雄，可以話咁啊佢拍住盧些路啦，就係2位阿根廷嘅箭頭啊，亦都係柔佛 DT 嘅進攻全員。咁啊比賽進入下半場啦，咁啊其實半場嘅時間呢，教練列卡度就已經換走咗賴恩格菲斯，換入咗7號嘅陳少琪。咁啊呢度見到陳七一立住個波起腳，但係就冇咩力水。考驗唔到柔佛 DT 嘅門將達美斯，咁啊其實賽前講過話今場會收起陳七㗎，結果咧下半場都見到呢位嘅前鋒蹤影啊！咁啊柔佛 DT 嘅攻勢，好啦右邊有一個後抽靚㗎，古拿蘭立到定，傳埋嚟中間頭槌噏到，有另一位阿根廷嘅前鋒盧些路，不過呢下就判斷嘅時間唔係好啱啊！咁啊個波亦都高得滯，咁啊作咗波底頂咗出界。咁啊呢位盧些路啊，咁啊着咗費古路亞件19號波衫。好啦，高美斯立到個波，左邊有陳少琪，
面對住古納蘭一下就過咗，不過對方啊使出超技術，當然係犯規啦。咁呢下好靚啊！陳少琪變速過晒㗎，如果去到就係世界啦。咁其實雙方今場都有好多嘅犯規。咁呢段時間亦都係見到羅曉聰嘅身影啊，21號呢一位咁入替咗羅廣威，羅廣威有啲傷啊。陳少琪呢下半傳半射笠埋嚟，不過就高出咗，亦都考驗唔到對方嘅門將達美斯。咁下半場南華企翻陣腳之後呢，就多翻啲攻勢啊，亦都係冇上半場踢得咁拘謹啊。好啦，科夫後場大腳吊到上嚟前場，揼一揼地，呢個高美斯立唔到，艾華立到啊！一下嘅變速就過咗，再力嘅勁射，今次係過唔到達美斯。艾華喺上屆8強次回合亦都係入過波嘅，一度為球隊攀平，但係嗰場賽事最終係輸1-3啊南華。咁啊2回合計就輸2-4出局。迪亞斯分到過嚟右邊，大力咗些少，唔緊要，隊友可以修正翻。盧舍路面對住保贊拖埋嚟中間，好啦，再側埋嚟。咁啊呢度冇咩機會啊！保贊督咗個波出嚟，有沙菲克里腳嘅趟射，不過角度太正宗。咁啊梁興傑將個波一抱入懷。好啦，到南華嘅攻勢啊！咁艾華喺下半場相當之活躍㗎。呢度俾人推一推啊，球證冇吹到，話勝在勤力嘅艾華。好啦，立翻住個波先，單對單。咁啊俾人踢下㗎，呢下撩得好靚啊！過咗交俾陳少琪，自己再走位喎。好啦，落到底線有機會一出，好可惜啊！俾對方嘅頭槌解圍都好啊，有個角球嘅機會。咁見到艾華都盡晒力嘅喺右邊啊！好啦，睇睇陳少琪呢個嘅角球又如何啦？咁啊見到高美斯喺度啦，身高1.89米啊！咁啊不過呢球咧就交落前傳俾保贊喎，咁啊出腳相當之快㗎，係爭咗些少嘅運仔啊！見到保贊射得咁叻，但係好可惜最後一下中柱啊，未能夠為南華追成平手。咁啊比賽到尾段呢，曾經雙方球員一度推撞啊，咁啊發生過些少嘅爭執。咁啊不過最終都冇釀成不愉快嘅事件。咁啊但係球證呢，就咁啊經過問咗助理裁判之後呢，咁就發現即係有球員係其實犯規嘅，咁啊判咗梁冠聰啦同埋迪亞斯都係攞面黃牌。咁啊其實尤佛今場有5個人被記名嘅。咁啊，比賽進入補時階段啊，以為南華喺主場啊會先失手啦，咁啊先輸一場啦。點知唔係噃，佢哋冇放棄過，學希交到俾高美斯，轉身一立一抽，追成1-1，時間係93分鐘啊！咁啊令到在場嘅3000幾個球迷相當之開心啦。咁啊事關呢個入波就為球隊追成1-1啊！列卡度好激動啊！呢位嘅教練。高美斯嚟自塞爾維亞嘅球員啊，咁啊全靠佢呢下福至心靈嘅勁射啊！再睇睇啦，撞兩撞之後其實有啲運仔嘅南華落翻個波，咁呢度一撞，羅曉聰望一望中間就傳埋嚟，咁啊對方解圍不遠啦，林凱希好靚啊，搶贏咗對方交到俾高美斯，高美斯一立之際其實有2個油費嘅球員已經趕到啊，但係佢啊射得好快，同埋好勁啊個波，今次達美斯啊終於要失手。最終南華就係靠住高美斯喺補時入波追成1-1。南華次回合要作客尤佛，想入4強，首要條件係要揾到第1個入波先。個鬥志好好啊，因為我哋上半場其實後邊犯咗錯啦，同埋對手上半場發揮好過我哋，所以上半場受壓都比較多。咁下半場我哋可能輸緊球啦，放開嚟打，咁變咗個形勢喺翻我哋度。咁臨尾咧，高美斯射球咁嘅波咧，就令到我哋真係第2個回合，我相信好大機會可以晉級。我相信下個回合咧就我哋主攻翻佢啦，因為始終佢哋打和0-0都可以出線。咁啊選擇權喺我哋度啦，因為我哋冇得揀啊，基本上，所以我哋相信啊，教練會安排多啲進攻球員去攻佢哋㗎啦，下場。